头爸爸带三人成行，做伙很兄弟。第二组来宾，欢迎阮的油咖，悠悠地，有梅吐开，奖金阮拢要摕倒去。好来，咱今晚收擂台，来，这里欢迎欢迎。来，是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翔。是来介绍阮这组的队长，是，嘿，叫做铁。 OK，干干碟，干碟，嘿，嘿来，好干大碟。家好，我是干爹。明仔好，较歹念安尼。拄啊吼，哄爸爸带带手机。才哦哎，安尼嘛是有道理。你即马敢应甲爸爸？无，我有一个囡仔，要4岁啊，20岁。啊，若是我较拍拼的，这3个我真正拢生得出来。哎呦，我今年拍戏，我拄着这位18岁。甲介绍落去。来，辉，大家好。是，好来，啊，搁杀落去咧。大家好，我是尤辉。有辉，大家好，我是武星。有心。你应该介绍你是方向。嘿，拢什么灰什么灰的啦，嘿，你应该是方向，那边就妞啦，嘿，来，咱妞甲介绍落去，欢迎牛牛啊，秀慧姐啊我。自我介绍，我叫杨秀慧，是哦，好念就对，这。其实好讲的，为什么要甲家己结完秀？好看什么名歹念的嘛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我今仔找到我这个3位完成这组，不是奖金嘛？不是奖金嘛？啊，这是我的好朋友啦，是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江英琪。哎，欢迎。欢迎，大家好，我是戴梅君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魏嘉如。哦，今来介绍咱台语国文老师，欢迎咱的王秀荣王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。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，俊男美女拼奖金，讲台语上挖心。哦，哎啦，今日咱这位吼8位拢会足挖心的啦，嘿，俊男伫阮这边，是。美女伫恁迄边啦，是，大家拢要拼这100万，大家真正有影感觉拢有100万对唔对？有要看100万你都要看现金嘛，没要看本人嘛一。定爱看啊，看现金才会动力啦。 100万伫遮啦。下了。真汉呢有节目100万的哦哎。呀，逐集拢放在内底互看。无唔对吼，看到啊，咱都爱搁较加油呢。加油100万伫遮等恁咯。好，今日的第一位啊，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摕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有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美秀，阿雄，天几点？来，这位啊，美秀在打。阿雄答辩嘛有一答。是啊，咱的分数啦哦，算。恁只要约到阮两个吼，像是正确的答案，是一个答案1000，上最得到6000块哦。这位啊，3个6000。加油加油啊！好，咱甲加油甲提起来哦。好，好来，咱要出题哦。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世界上营养的果子洛梨，伊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洛梨哦。洛梨，嘿，来，美秀这边的答案是咱的酷鱼，吼，酷莱呀，是安怎？伊的形生就敢若莱呀，你甲看者有生莱呀无？吼，啊，毋过你甲看伊的皮，皮有生酷鱼无？哎呦，嘿，啊摇摇啊，一粒啊一粒的感觉，有影嘿，啊看起来敢若像酷鱼安尼，所以美秀这边的答案是酷莱呀。哎呦，阿雄我这边的答案叫做绕来啊，绕来呀不，是奥莱啊哦，是绕绕来啊。来呀。因为伊是世界吼优质上最的果子，定你若直接食完就会去比比补补啦，绕巴肚。嘿，啊伊叫做来呀，但是因为食了会老，所以叫绕来呀。来，咱请选择美秀。阿雄，天几点？哎，呦，我乱讲因的
结果嘛是无坚持要选我。嘿，因为之前我捌看过伊的字，有人写酷来啊，迄酷伊的酷。嘿，因为我捌看过，啊，毋过我唔捌听过伊的台语是啥物。嘛是有道理哦。好，来我这边的秀慧姐，对，因为呢，我就爱食这个酷来啊，好来啊。我差不多逐工一礼拜可能有食4工。哦，所以伊拄啊讲什么，叫做绕来啊，绕来啊我食落唔捌绕来啊，老贵就对嘛。我食落有迄个绕实啊。所以呢，伊咧讲的哦，我就甲推翻啊啦。哦，感觉我因为每体质无共款，无唔对所以我感觉用这个外形来和这水果名是正确的。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酷来啊。好，咱一般台湾看到的酷来啊，可能拢感觉皮个金骨金骨，啊，其实有另外一个品种，伊是迄皮绕绕，哪像酷鱼皮安尼，所以咱叫伊酷来啊。啊，毋过酷来啊，号即个名就是甲己甲阿狗啊共款，咱来号迄较好叫的吼，所以会当甲叫伊的品质就是叫做由来啊，由来啊。啊，毋过咱其实伫台语界较定定咧讲的，就是用伊的外来语，就是本地伊英语是 avocado， 所以咱台教日语啊，佮教咱遮，咱就是甲叫做 avocado。好，多谢老师。哎，真牛哦，2000拢赚起来啊！厉害厉害。好，来第二题，咱平板该促销。现在促销。是，来第二题啊哦。好，来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有一种物件会当摕来白头鬃买啊，伊嘛会当放在你的手腕遮，会当互你看水哈。啊，这个物件咱要安怎讲？哦，来，美秀这边的答案是大长裤，是安怎？来，大家看一下，恁大家拢有长啊哦。当然。嘿，长啊是毋是？你甲看咱的滴，伊长啊是毋是拢啊一箍一箍一箍安尼？对。嘿，啊，咱若拔起来了后，伊说伫后壁就会变做一箍一箍一箍的感觉。是，所以我看型，美秀的答案是大长裤。哦，阿雄这边嘛是看型，你嘛看型，白粉圈都有粉。你看这个白，白是毋是亲像一蕊粉安尼边啊吼，迄个形无规则，啊，敢若嫩嫩轻棒棒啊安尼，啊，搁洗做一个，敢若白粉的，规一个圆箍啊，做白粉圈啊。哦，我那是白头鬃，你就讲到白粉，我就不爱白啊啦。啊，无叫乌粉咯。乌壳白粉。白粉。好，来2队，咱请选择。美秀、阿雄、演技表。哦。意思大家较介意大长，较无介意白粉啦。嘿啊，你袂使因为一个人来讨厌这物件。绝对无可能是因为安尼啦。是吗？嘿，来，我叫少年的来讲者，因为少年的较知影讲这种物件吼。来，因为大肠较好食，毋是啦。大肠面线，伊的形产出大肠安尼。啊，之前嘛听讲过，敢若是大肠裤安尼。是啊，那咱这边的哦，这问我长准啊，我到咧卖蚵仔面线，蚵仔面线，所以大家拢看阮嘛，伫遐咧加大肠，大肠就是生做安尼，所以无可能是白粉圈，因为伊无可能永远拢白色的，伊有做侪色的，所以一定是伊的形成大肠，所以叫做大肠圈。嘿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大长裤。咱以前咧白头鬃的是有当时拢干那用揪带尔，啊揪带的夹头毛嘛，啊所以咱以前查某人拢会家己做手工，所以伊就甲迄个布花啊。春呢，啊，就甲车带迄个旧大顶管，安尼就变做较水。本地哪像较用的感觉，啊，车迄落去就较温柔，那公主安尼。啊，其实毋是干那真流行尔，我大学的时早就拢有用过迄款物件。啊，毋过咱拢讲白头毛的，白头毛的，拢无去互伊有一个名。啊，所以伊叫做大长裤，看伊迄型，啊，过来就是一箍一箍安尼。来加油哦！即摆分数拢平呢。嘿啊！哎呦，拢厉害哦！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野石头顶大路是啥物意思？
哦，是美术这边答案是食饱换腰啦，真正有影，你无彩工你做要创，石头放伫遐就放伫遐，你即摆甲搬落去嘛无路用啊，就像咱讲的啊，徒劳无功啊！嘿啊，徒劳无功这要创啥？是啊，食饱伤用啊，所以我的答案是食饱换腰。哦啊，像我的答案较文雅啦，这叫做绝交。什么意思？你压石头顶大路，甲上大的路顶掉的，你无法度过来，我无法度过去。咱卖讲，咱卖讲要去找你啦，连见面都无法度，这就是绝交啊！我想要甲你讲，恁真无聊要创啥？对无？哦，好，来，咱看一下哦。来，咱请选掉。真正大家拢甲你讲话拢足无聊的。我若无爱甲你搁做朋友，不爱来往啊！我就想一定爱做一个。切甲离，切甲离，田无高，水无流，年做年，爱做爱，互相无相干。野石头顶大路是绝交，还是食饱换腰的意思咧？来，咱看一下哦。来，咱请选掉。到底是我的食饱换腰，还是伊的绝交咧？哦，真正大家拢甲你讲话拢足无聊的。因拢想要做文雅的人啊。因为绝交这动作哦，本来就是一个足无聊的代志。哦，就无聊到要摕石头去顶大路嘛。我是感觉上哥讲的有道理。就是切互长，对正常阮细汉时阵要绝交切互离嘛，对啊，切8段嘛，对，其实卖菜这么就无聊呀，是无聊就安尼来啦。好来，咱看这边，佫较少年呢，你有好骗无？你是你互骗的啦。来，我感觉吼，较早的人吼是比较较艰辛啦，就是讲我若无爱甲你搁做朋友，不爱来往啊，我就想一定爱做一个。切甲离，田无高，水无流，年做年，爱做爱，互相无相干。所以讲，就一定爱摕这个动作，我甲路甲你蹬一半，上手了后，咱两个就已经唔是朋友咯。蚵仔面线公主嘞，无啦，这若食饱吼，食饱若换腰吼，这真正野价。啊，若食饱换腰，较有迄个意思。换腰啦，食饱就食饱，你搁再摕一条石头冻你啊，你搁要去食甲家己涨价。这个以前吼，咱小学的时阵，甲边即个隔壁的人，若无想要做朋友，一个书包放伫遮，册包放伫遮，摕粉笔一直画，一条线画到足深的，就是无想要甲伊做朋友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好，到底是打一边的，我嘛唔知影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，正确的答案是阿翔的绝交。我想解说迄个牙就爱足大力的，所以伊的石头唔是细地，是大地，所以伊就是足绝的，无想要甲你搁做朋友啊。而且迄个路，咱一般来讲就是有沟通、有交流、有来有往。啊，我定调的，我嘛是唔爱插你啊，吼。啊，毋过我感觉这个俗语可能若现代会当讲摕册包顶桌顶，嘛袂歹哦，最后囡仔较接受哦。对，好，多谢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看分数，看阮得价。即嘛有6000，按阮油价咧。冇6000，平分咯。好，今日的第二位啊，正港佚佗人。嘿，正港佚佗人。看风景真轻松。哦，今日去倒位看风景呢？哦，今日报告咱这回合吼，为空中带恁来去看台湾的风景。哎呦，有当时啊是外岛，有当时啊甚至是外国哦。嘿，啊特别你若看到是啥物所在，你知影答案就紧讲出来。那讲到就3000块，哦，上济4题12000块，恁来加油啊！好，来，咱开始来去佚佗啊！哈，上个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？刷落来这个影片吼，请恁讲出这个城市的名3个字。哦，城市的名3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
看阮爹的。已经先手啊，一定要讲台语对不？对。无你讲英语嘛会使。等下我想看，Hollywood 伫倒位哦？嘿，Hollywood 啊。是 Los Angeles 还是 San Francisco？ 来算一下，我袂记啊。哦。Los Angeles。来，老师，Los Angeles 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哦。好，来有分数。容易记得3000咯。伊是加州的一个第一大的城市，是啊，不过是美国。比 New York 较细，就是第2大的城市安尼吼。啊，不过伊这个城是伫1850年的时较建成的，所以等于是因美国建国了后，差不多经过有25冬以后，75冬以后较建成。不过目前煞是太平洋岸这边，因一寡交通啦，还是贸易啦，还是一寡迄个文教啥物物件，拢足发达的。不要紧，咱这边搁加油哦！加油加油！今晚6000到9000哦，3000尔哦。好，来咱今日换人。小伟，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？是的，刷落来这个影片吼，是一个桥，请恁甲阮讲出来，这个世界出名的桥是啥物桥？4个字。哦，4个字的啥物桥哦？好，来咱请看。哎呦，哦，我可能读书应该知影啦。试看卖。4个字哦。应该是伫个伦敦4个字，伦敦大桥吗？伦敦铁桥，伦敦铁桥，伦敦铁桥，是伦敦铁桥，铁桥，伦敦铁桥。来，老师，伦敦铁桥对唔对？会使。来分数。容易哦，到这个3000哦。厉害厉害。来，咱继续看这个桥，甲看落去啊。好，来继续。哇，这是四悠久啊。水哦。好，因为有足侪种讲法啦，吼，会当铁桥、大桥，啊，不过更较有名就是伊中有2个塔，所以咱叫做塔桥，伦敦塔桥安尼，吼。好啊，伊是1894年较起好的，啊，看伫个英国上有名的 Times 这条溪流嘿，泰晤士河顶悬，吼啊，所以是伊的建筑代表英国的一寡设计甲精神，因为遐足侪雨的嘛，啊，所以伊规个迄个桥的设甲环境拢配合做伙，是伊足有名的所在。嘿，好，多谢。咱加油，不要紧，通啊变盘，吼，尽量变，吼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哦，来，换人。我即摆唔知影，拄啊自从你讲蚵仔面线了，我要甲恁问者，恁到底倒位卖蚵仔面线？伫台中。台中北屯区，啊，那咱这边的是油灰，即马搁去读册吗？无，我已经研究所毕业真久啊。毕业真久啊？嘿。哦，嘛无阮久啊。我是宜兰大学毕业的。宜兰大学。嘿，宜兰大学嘛算真厉害啊，即马。是啊是啊，真袂歹。是，因为我本身是宜兰人。你嘛宜兰人？嘿。倒位？市区。市区宜兰市啊，我罗东人。哦，食肥，你嘛食肥啊？你中午耶啦！哦，你看宜兰姑娘啊，就是水，嘿，真正阁善良，无对，啊，咱今晚吼上重要就是吼，要出国去甲分数摕到转来。对，好，上位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？是，咱刷落来，请恁讲出来影片内底这个城市的名2个字。哦，城市哦，2个字的名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这我知啊。
来这边。有飞有飞。有飞来。行都。行都。确定吗？城市哦。嘿。行都。行都。行都。Q 都。 Q 都。确定是行都。好，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行都对唔对？唔对。哎呀，是。好，来，咱继续看，我等互你摇哦。好，来继续看你。我就老练的呀。有一个人听哦。嘿啊，系对啊。哎。伫日本的某一个所在，是某一个所在。系啊，安尼，大家拢去遐翕相。我有去过，我知道。对，迄个，对。这个所在，唔是京都，嘛是两个字。对。迄个，所以这是一个字吧？系啊，伤明显啊！伤明显啊！等一下，我想一个，这是一个字啊。这什么字？你咧想无？唔是台雕吧？然后你刚才你冇讲亚索，亚索。对啊。这是什么字？什么字啊？你几？大什么？大饼，大板，哦，这不是不是凉板？因为我想不起来迄个字是饼是板。啊，你知日语安怎念？唔知呢。啊？爱念日语吗？无拢会当。安尼叫大板。我有去过。好，来，老师大板对唔对？会使。好，来分数。你这个3000咯。伊是大阪吼，啊，伊的日语名叫做Osaka市。Osaka市。对，啊，所以伫遐伊是足侪古早迄款墓啦，也是迄个一寡古庙安尼，嘿，啊，因为伫日本因其实迄墓甲人的生活是做伙，嘿，所以无遐恐怖，嘿，啊，这是因人口有800万人，所以是一个足大的城市，啊，Kyoto就是伫伊的边啊，差一点点嘛，所以去算的是会有迄个金板线，就是这个。是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袂歹，其实哦，分数又转来就好啊。对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有一位哦，换人。是，咱即马12000甲9000。哦，差3000。差一题啦，就是一题哦。好，所以讲咱一定要甲这分数扭转啊，平分拢袂要紧。加油！好，来，小伟，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？原来这影片吼，伊是世界出名的一个墙啊。墙啊！这片墙啊，足侪人烧钱的，这个所在4个字。4个字墙啊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历史悠久，世代3大宗教的圣地。是，拢会考。好，来，哎呦，厉害，是，不要紧，拢唔知，咱甲提一下好不？好，我提一题尔，若知影就给你甲吹落去哦。好，来，中东，大家拢烧钱要去。回教嘛要去。迄个犹太教嘛要去。回教、犹太教哦。啊，搁一个迄个基督教是嘛要去。因为咱拄仔有讲迄落啊，咱宗教拢足爱去啊。对。是圣地，4个字。上尾一个字是热的颠倒饼。什么字？来。我甲因念起。什么念？什么念？耶路撒冷哦。亚罗沙令，敢若你讲日本话。想清楚呀。耶路撒冷。
L 啥就是拍 L 沙令，L 沙令，好，来老师 L 沙令对唔对？是对沙令，是对沙令哦。伊叫做亚罗沙令，亚罗沙令头前的耶路撒冷，英语啦，吼，也是讲伊遐在地语安尼。啊，这个意思头前迄个耶路，伊是意思是古迹。危急的意思，啊，沙人迄个物件就是和平，啊，其实足侪宗教伫咧中东即大家拢有发生一寡战争，为宗教打拼安尼吼，为宗教车拼，啊，所以特别是犹太人，犹太人因去到世界各国了后，拢受到各国的迫害。啊，这千百几年的墙，因就是干那古墙内底剩迄角，所以因倒来到这个所在，看到遐个物件，因会去想到，因伫个世界拢互欺负，佮互放毒气，啊，佮安怎，还是讲迄个歧视受到歧视，所以去到遐啊，想到故乡，啊，佮想到对神的迄个款崇拜，拢伫遐就一定会哭出来，所以故了，咱就甲伊叫做哭墙。啊，哭墙因为伊个是伫个古迹的西边遐，所以嘛叫做西墙。所以一般靠名是讲哭墙，嘿，就是有感应，啊，怎啊哭出来安尼吼，有怪料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对，咱即嘛是真有智慧啊，因为咱叫专家有智慧。是啊，咱即嘛平等啊，两边的奖金拢平等。无唔对，所以讲咱基础拢拍了真好哦。吼，这就是恁的基础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分数，看阮跌价。即嘛有12000。啊，阮杨价咧。嘛有12000。好，今日咱的第三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第三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这八个提示就代表八个问题啦。是。啊，迄个问号就是内底的奖金拢无共款。哦。上济15000，上少1000。哦。好啊紧。拢有奖金，拢有奖金。1000到15000。是1000到啦。15000啦，12000啦。啊，咱有两个规矩，就是讲哦，第一个规矩就是咱有一条救命的机会。对。咱平常时拢袂当讲话。对。吼，啊，毋过咧迄个时阵，你就感觉啊，我袂晓这条，不要紧，咱通问咱的队友。嘿，你就通发，我要支援。嘿，我支援。是我若问我的队友，迄是汪人呐。你讲无人咧插你这。搁有一个吼，因为咱这个规矩就是讲，分数较少的人，咱会通啊先选。不过咱即马两边拢平呢，连怎咧？你有决定想要先选吗？有无？无奖金呐。有，阮两个拄啊赢过。赢过吼。我先选，你先选哦。好，安尼15000等你哦。加油加油！好来。选一个，要选倒一个，恁感觉倒一个15000你倒？你感觉你倒一个较有把握的？啊，拢无把握呢。行啊来啦，行啊来啊！行啊来。我觉得行啊来吗？比较适合你。啊，俗语咧，俗语好啦，俗语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俗语的奖金有偌济？这俗语真贵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后嘛有啊？这句话会当来形容人安怎咧？是爱到热烈，还是爱万度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唔免10秒就来啊！来，翁嘛有啊，到热烈。10000咧，10000，哦，甲摕来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到热烈对唔对？这条10000，翁嘛有啊，会当用来形容人安怎咧？请问后嘛有啊？这句话会当来形容人安怎咧？是爱到热烈，还是爱万度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唔免10秒就来啊！来，翁嘛有啊，到热烈，到热烈，听到。哦，嘿，10000咧，10000，甲摕来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到热烈对唔对？有一个人，伊的名叫做有啊，以前拢号做财啊、富啊、有啊。啊，伊因为吼规年冬天拢红目镜啊，就是目睭有迄个感染着安尼吼。啊，伊就是较爱到热热，
去人送的啦，还是迄个戏的啦，拢会看到伊出现啦哈。所以嘿，人就拢讲伊叫做咧提出讲红目乌啊。啊，另外因为咱题目内底有一个爱万度哈，迄个意思就是讲，咱一般爱万度就是会讲人目孔赤，哈，还是讲目赤拢会使。啊，毋过迄毋是真正目睭红红。好，所以这两个甲分好清楚。好，多谢。换你哦。对。行啊来。行啊来。好，来咱来看，行啊来奖金有偌济？加2000哦。好，来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有一个特殊的所在，叫做望灵巷，你敢知伊伫咧什么县市的什么镇呢？好，来你有10秒的时间。免10秒。免10秒，来。因为我是鹿港人。鹿港人。鹿港人。你行咧摸吼？有去过，摸无着。迄就快，迄就真快。伊都去用摸啦。带朋友去啊，这么快是要摸啥？叫上海过啦，叫上海过。伫中华县的鹿港镇。好来，中华县的鹿港镇对唔对？因为咱鹿港是一个1户2落3万家，所以伊有前后加，就讲有一个较所在较热闹，啊有一个就可能较徛家遐。啊，迄条巷啊，就是拄好联络2个所在，嘿，啊真正足下。台湾应该大家拢捌去过，我嘛捌去过。好，多谢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来，我刷落去哦，谢谢哦，安尼无就经风俗好啊，风俗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风俗奖金有偌济？3000，不要紧，倒落去嘛是袂歹哦。倒落去又冲过去啊哦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民间有咧食卤蛋的风俗，你敢知卤蛋是什么咧？来，你有10秒时间，应该免10秒啦。应该香菇啦。接咧食啦，系啊，较早囡仔有惊兔年带先生拢来食啦，是。好来，香菇哦，这问阿姊就知。香菇对唔对？加油加油！嘿，来分数，奖金得3000。厉害厉害厉害！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收费机啊，真正足厉害，足厉害。好，咱来解释迄个蛋吼，蛋以前人啊炼药啊讲炼蛋嘛，吼。啊，第2种就是伊是叫做红色的，啊，第3种就是咱讲的香菇。啊，因为咱庙里拢有一个天公炉，还是讲你拜什么神伫厝里，若是对供庙嘛是有迄个炉安尼吼。啊，为什么会去摕迄个囡仔带青菜啦，还是退烧啦，还是迄个破皮啊吼，啊是讲感觉无啥平安拢会啉，因为以前的香是真正用一寡较中药材来去做的，所以迄款香味是足香的，啊对身体嘛好，啊迄药草对迄个皮肤嘛是有疗伤止痛的功用吼。啊，毋过即马可能大家的较无咧用即款物件，所以看大家家己去决定，求一个心安也好，还是讲好耍嘛好安尼吼。啊，多谢心明，咱就较平安啊。对，好，多谢。好，谢谢老师，定定注意就好啊啦。我就啉湖仔水嘛。是哈，以前是拢啉湖仔水，你安怎为着健康啦，咱就唔通，吼，家己爱顾好就好啦。哈，好来，第二个换你。啊，搁有1万的哦，搁有1万的哦，搁有10000啦，无欢迎，无因为三蕊花嘛，我就选花好啊。选花哈，好来，咱来看花奖金有偌济？1000。嘛不要紧哦，你即摆拢去拼分数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国都标志迄个白底乌字，啊那图样外口是什么花的迄个形？好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国都的标志，嘿，我的答案是梅花，梅花，因为梅花是台湾的国花嘛，嘿，国花是梅花，是应该是梅花。好，来，梅花对唔对？来分数，奖金得了1000咯，真正搁拼命啊！搁袂使
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车解说。哦，足刺激的，比个西地高速公路较刺激。因为咱国道嘛吼，啊，所以就是用咱的国花来去做安尼吼。不过一般大家甲迄个二高就是二哥，拢感觉伊内底字应该爱写两，啊，其实是咱的第二高嘿爱写三较对，嘿，甲大家解释一下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对，咱拢无去注意到吼，其实应该是改啊啦吼。好，来换手会之后，啊，当这四个当要选啥？当这泡泡机救灾。好啦，当这啦。当这啦。好，来咱来看当这个国奖金有偌济？嘛是真好哦。袂歹袂歹。好，来咱请出题。请问当这个时阵爱食红色、白色的圆仔汤来添福气？你敢知影食倒一色的圆仔代表银会当招财咧？好啦，唔免10秒的时间。白色的。白色的。白色的。好，来咱来看下白色的对唔对？袂去甲讲迄个红色跟白色，因为咱的风俗内底较有欠算，袂爱去讲白色。吼，所以红色就是互你红过赤气，会当互你面色足好诶，所以你的人缘会较好。吼，啊白色的部分，你人缘好，就会一寡桃花开入来。啊，桃花无一定无好，有当时也是好诶。啊，来白色就是代表银两嘛。吼，白色色安尼吼，所以伊是招财，啊，互你大富大富安尼，好，所以白色的，换对的。好啊。有啥物？救灾啊！哦，救灾哦！有欢迎有欢迎啊！哦，有啊，救灾救灾。个伫个，好来，咱来看下救灾奖金偌济？万五。带仔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在地点心内底什么物件是为着要救灾才发明的呢？是肉圆还是碗粿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哇！是肉圆还是碗粿？哇，这都有困难啊！我要鸡丸。哦，鸡丸来。你感觉敢有效？预算的啊，预算的啊。啊，好，讲话一啦，我表现一下。还是碗粿？救灾。我感觉是碗粿。哦。因感觉是碗粿，而且三个拢赞成碗粿。是。感觉碗粿。安尼三个拢赞成的。嘿。碗粿。救灾发明的哦。是。是肉丸。应该是。是碗粿。碗粿。好。确定哦。因为迄米嘛，啊就控较足烂的，啊做成碗粿，可能较会当控较久，会当控较久。肉丸可能控2天就歹起来，因为内底有肉。哦。啊，碗粿是甲迄料。碗粿冇肉呢。伊甲料拢放伫内底。对啊。碗粿肉较少。嘿啊。肉丸肉较大片。碗粿有的肉嘛足大片。我相信三个天金。确定要相信？因算的碗粿，碗粿。好来，咱来看下碗粿对唔对？因算的。当初就是中华宝岛，吼，咱即马讲北岛，不过伊在地名咱爱念宝岛。宝岛。迄个所在发生做大水嘛，吼啊，所以大家人民就拢无所在通去个北岛枵，所以因遐有一个庙寺的即个文笔生，就是庙公内底咧写作文迄吼，伊就是看大家遮可怜，伊就甲限钱哦，啊搅糖。啊，就是做安尼一丸一丸，所以本地肉丸就是这是甜的，吼，啊，不过无包啊，啊后来较有的人就是咱的变化，就甲内底包肉，啊，所以咱中华宝岛遮的肉丸足有名的，以后咱就知影一粒爱15000块。救灾啦！我捌去中华宝岛食过肉，阮中华讲肉粿，肉粿啊，宝岛的肉粿较细粒，是啊较白，嘿，因为迄食会饱啦，迄是米嘛，拢细粒的，嘿，就是安只有咱食会饱啦。我知影15000块的肉，嘿，15000块啦，好，谢谢老师，不要紧，15000块飞去啊，咱够有啦。好，来，姐姐。
好，安尼剩两个，我我记得是7000甲9000哦。苦粿，我都烤过好啊啦。苦粿哦。食苦当做食补。好啦，来，咱来看者，苦粿奖金有偌济？7000，嘛是真好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热起来话咧讲苦粿炖鲢鱼是讲一个人安怎咧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苦粿炖鲢鱼啦，是啥啊？是来支援哦。捌听过无？苦粿炖鲢鱼。苦粿炖鲢鱼。我冇听过烤粿炖鲢鱼。鲢鱼是好食的吗？我知影。你讲谁人安怎？鲢鱼有啥物功效？嘿啊，你啊看苦粿炖鲢鱼，你念看嘛。啊，这你用看你就知影。你念看嘛，你念。苦粿炖鲢鱼，可怜吗？讲一个人。哦，可怜啊，多一个人就可怜啊。对，可怜，一个人可怜对啦，可怜。哦，你这个好呢。可怜。好，咱来看一个可怜确定哦。可怜呐，可怜对唔对？好，咱是真正有联系这个米啦，哈。啊，不过足少人去甲伊苦粿煮做伙，所以迄应该就是到热起来话咧好耍安尼。所以咱无食着，恁都唔知影安尼。不过我感觉伫舞台顶看到大家拢互相合作，一点仔都无可怜。好，啊，搁来这个课，咱是爱念的音，啊，不过北部腔就是。因会甲念做好，所以阿婆乌圆，因念做阿婆乌圆，啊，这个可怜就念做可怜，啊，就是可怜，所以有足侪人就是较无爱去食这项。是，多谢。150块肉丸。谢谢老师。可怜。食这150块的肉丸，伊讲可怜。真过分，150块。而且国古水的是咱这边的队长啊，嘛甲人。参与落，啊，我知影啦，你还甲讲，你搁念看，你够高水，嘿啊，这就是一个节目好耍的所在，嘿，一种精神，好，来，即马破布子啊，破布子啊，好，来，咱来看这破布子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嘛是真厉害哦，哦，这加起嘛不得了啊，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破布子炒水莲是海产档的手路菜。破布子的名破布这两字哦，是因为伊的叶啊亲像破布，还是因为伊真够生炭？哦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嘿，这应该甲叶啊，还是讲伊真够炭？生炭嘿。哦，这真正唔捌想过。破布子的名，嘿，我算叶啊，还是？我感觉是生炭。生炭。哦。你啥人感觉伊是生炭？因为我有煮过啦，我有煮过。啊，伊煮过了，你会知影怎生？伊个生炭。还是你有静来煮？其实我唔知炭是什么意思。很会生呐。很会生。就地瓜丢下去就一直生，一直生，好多炭。生炭。一直生一直生啊。生炭一直炭出去安尼。改袂当改。哎呀，好你改，好你改。大姐。叫恁。要像破布还是想要生炭？可能是叶啊，较像破布较有关系，因为生炭无可能亲像破布啊，破布。好我改我的答案。好来。叶啊。叶啊。叶啊。亲像破布。伊的叶啊，亲像破布，对唔对？好来分数。今日得高清咯。伊的名叫做，就是咱会当讲破布子，还是叫树子，哈。啊，这个名其实拢是因为伊的叶啊，若较刮的时，规地那破布同款，好啊，所以咱就是该叫破布子。啊，一般这破布子，佮有因为伊的籽吼爱煮足久的，甲内底一寡迄个香啊是啥煮的吼，啊，毋过煮到迄个物件怎破去，所以有当时嘛伊树籽啊嘛该叫破布子安尼。啊，这物件伊拢毋是讲爱一粒一粒，咱即摆有看到罐头嘛，啊，毋过。台湾搁较正港的食法是甲伊啊煮起来物件，甲缀做一个饼，吼啊饼就是规圆的对啊，啊所以咱会讲即个破布子饼、树籽饼，啊煮鱼啦，也是讲炒即个水莲，水莲是一种菜色，伊的
味浓遐，因拢种的猪啊，拢入去下底遐安尼嗅咧，安尼吼较收成，嘿啊，所以真好食，安尼嘿。好食，好，即马比头一个较重要就是分数。好，来先看阮这价。是即马34000。哎，真好看哦。好，那咱样价咧37000。好，即马今日的1秒1000金。嘿，1秒1000金。大家动脑筋。即马奖金有37000。37000，37秒哦。是的。我加落去。我加30秒好无？ 67哦，所以讲知影什么话就跟你讲，若讲到对，啊相对听。啊，讲话爱大声，啊我看免啦，伊讲话已经。好来，咱这个话啊，有几题？哦，咱总3题，第一个题是上早出现咧英国。英国哦，英国，因唔知吼。第二个题是有酥皮，酥皮就代表是食的哦。第三是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哦。嘿，37000块奖金，会当提走偌济咧？知影什么话就跟你讲，若讲到对，啊相对听。啊，讲话爱大声，啊我看免啦，伊讲话已经。好来，咱这个话啊，有几题？哦，咱总3题。3题哦。好，好来，即马有67秒哦。来，上回咱请出题。是头一个题讲2个字，第一个题是上早出现咧英国。英国哦，英国，因唔知吼。第二个题是有酥皮，酥皮就代表是食的哦。第三是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哦。嘿，澳门嘛有，澳门嘛。哦，再来第四个。蛋挞，哇，那真厉害。是，你甲看，再记起来，嘿，上早出现咧英国的，英国的，是。啊，再来就是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哦，啊，再来就葡萄牙的葡式，哦，再来是足济两个，你爱看啊，对，有咱咱台湾嘛加榴莲澳门嘛有哦，是，拢真好食。来，咱即马上好食就小饼，好，46秒，哦，46秒，袂歹哦。啊，咱来加油哦！已经开20秒去啊。对，第二题来哦，几个字？2个字。2个字，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第一个题是海边啊有诶，海边啊有是啥物咧？第二个题是伊是录影的用着，录影的用着。第三个题是伊是休困的用着，休困哦，安尼是嘞，安怎讲？来，阿爸伊，哦，正确。你还未看到阿爸的位啊？伊应该是看到。你是看到倒一个？休困。啊，录影。边啊做者天意的。哦，真好，这较紧，有32秒。哇，32000，好来，上尾啊一题较紧的哦。好，来几个字？2个字。2个字，咱请开始。来开始，第一个题是片面高温度习惯啊用着，对。第二个马，什么马？第三个题是水豚，跟马有关系。第四个题是面色会较好，会引到伊会较好。对，哎呦，我正确。你就会听是因为啊高温嘛，那更较烧高温度用吼，啊，再来伊甲马胭脂马拄悬咯呀，哦，再来喙唇会歪嘛，哦，再来面色较好看，是，啊，上尾啊伊就是哥哥，春哥，迄是春啦，春哥啦，嘿，咱拢会画走人拢用会到的啦，吼，好来，即马看者偌济，13秒，啊，够万3块。金牌赵丽玲，初赛咱已经过啊，嘿，咱都爱过来拼咱的复赛哦。好，今日谢谢咱的
谢郭文老师，感谢王旭荣王老师，谢谢。专家吴定辉，讲台语提爸爸，欢迎大家拢。